嗯，高铁中国大陆高铁，智能复兴号，里面的情形有隐私的，有门板可以拉过来，这个餐桌可以拉出板子来放，还有手机无线充电，前方还可以看影片的荧幕，还可以用手机投影到前方的荧幕。那左手边有个圆圆的东西，那个是按钮，可以调整要躺还是要坐还是什么。还有手机无线充电的，左手指头对出去，延伸出去靠窗那个长长的那个盘子，那个手机无线充电的。然后还有台灯，前方还有那个什么拖鞋的毛毯，效率很高的。从杭州到北京，杭州到北京4个多小时。